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12月12日，耶稣说：“你还不认识我吗？”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 RPG 祷告的金句记载在23节。耶稣回答：“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我父亲必定爱他，而且我父亲和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约翰派伯牧师建议必须要每天读圣经，提出的10个观点中的第2点，圣经让人从恶者手中得释放，也就是圣经的话，神的话是我们攻击仇敌撒旦最有力的武器。当年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4章，马可也有记载，路加第4章也是这样记载。他怎么面对撒旦呢？他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并且得胜。那保罗当然也有说过，抵挡恶者呢，我们需要拿的那个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所以我们上战场，每一天我们面对这世界确实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我们所要带的武器要带好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都来看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活出来，就像今天经文一样，我们按照神的心意，遵守神的话语来做。因为这位神他其实是爱我们，非常非常爱我们。我们看到耶稣他怎么样子面对他人生最后，他怎么样子来说明他是谁，他怎么样再次交代跟说明，怎么样子来让他的门徒们以及我们都可以因着我们来领受神的应许，让我们也跟他一样，要活出那个属神的那个胜利。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其实14章里面有好几个应许应许简单讲的是说一定会应验的。上帝的应许的是说我今天拿1000块出去，我一定可以买到1000块的东西这就是神说到做到。他今天的话语就像是这样子就是说到。那他的应许有哪些？在今天的这个14章里面很重要，因为是神最后的劝勉。他一来就说到主把荣耀的盼望要给我们，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将要去的地方就是把那个荣耀的盼望是要留给我们的另外的应许是神除了把荣耀到父那里的路也要指给我们看之外，那个资格也要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在基督里，他已经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了。所以这个话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会应验，得着这样子的应验跟应许。再来就是主他把他宝贵的名字赐给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奉这个主的名来祷告的那么主就要成就我们。只要我们的所求的是荣神益人必是要成就。在信心里面，我们可以做的跟主一样的甚至于主应许我们做比他做的更大，因为这个世代有不一样，但神的应许不是只有局限在那个应验的事情，不是只有局限在2000多年前，不是特别是在他给我们的这个保惠师给我们的保惠师是圣灵，保惠师是在我们里面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所以我们要敬畏神
因为这位保惠师他与我们同在以后，他是可以让我们被他安慰，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安慰人的，而且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经文第16节里面清清楚楚与我们同在。他是真理启示我们，圣灵很重要的就是他把那个话语带到我们心灵的很深的深的深处里面，使我们在这个最深的里面，我们都可以跟神来连结，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那个不属神的，我们求神拿去，我们也求神赦免我们那最深的伤害，最深的人家所不知道的，神知道。所以真理的圣灵是这世界上的人可能不认识，不能接受，也看不见，但是神他的圣灵可以教导我们，他让我们有永恒的眼光，有属天的这种渴望，他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很欢喜快乐，说这位圣灵他是安慰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他也是启示真理启示的，但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可不要造次我们可不要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得罪神。若有得罪神，神给我们可以认罪，向他认罪，但我们不要再犯错，因为主他把那个这一条爱的路他指示我们，因为我们是有了神的命令，我们要去遵行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爱神的道路。一般人说我们怎么爱这位神，我们这世上不是基督徒的，他可能用物质的他可能献上什么鸡鸭鱼肉，或者是什么多少钱或者是做怎样的功德，不是。我们的这位神他说我们若爱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遵守他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就去遵守，就可以证明我爱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爱不是只有在嘴巴，而是我们真的活出来。因为如果不是因为爱，神的诫命是不好遵守的，因为跟我们人的本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重新，这次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这是从最里面来开始。约翰福音跟其他4个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约翰福音它更多讲到的是分析甚至让我们更认识的是耶稣的这个本身的他的属性，我们更能够懂他。因为这位耶稣他也给我们他的平安，这是他的应许，他将平安赐给我们，也留给我们，他留给我们美好的这个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美好的这些都是会应验的让我们今天领受这一章，我们这一章要好好的领受，常常拿起来读，我们常常就会读出那个盼望。因为耶稣要离开地上的时候，就是给了这一些美好的应许，使我们可以靠着主给我们的圣灵带领我们，教导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一条路，给我们真理，给我们榜样，给我们知道我们该起来走吧。因为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么行，这是耶稣说。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就听见他告诉我们的，起来，我们走吧。我们看到第31节，但为了要世人知道我爱我的父亲，所以我遵行他命令的一切。起来，我们走吧。我们听见我们的主呼唤我们，起来，我们走吧。
我们走在神给我们的诫命、命令、蒙爱的路、真理的路，这一条路是使我们也能够指引别人、带领别人，也能够走的这一条路，表明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默想，爱神的路就是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我觉得神的诫命对我而言难不难守呢？回顾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然后我们要记得起来走吧，因为我们这位神他走在前头，他已经起来呼喊着我们走吧，我们就要来跟上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个章节，主啊，我们真是领受满满啊！因着主你爱我们，你自己示范，而且你让我们真的是听得很清楚的知道，主啊，你的这么多的应许，至少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找到7个应许，就是7个一定会应验的。当我们觉得疲惫，我们觉得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主啊，你自己亲自说的这个话，第14章，主，我们就起来走吧，我们起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一一来实践，我们一一来领取。谢谢你让我们更认识你，主啊，我们因为认识你，更认识你，主，我们更感受到你的爱。虽然你的爱都没改变，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主观。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也更爱你，就是更遵守你给我们的话，我们照这样去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起来走吧，走在神的道路上，遵守神的话，让神知道我们爱他哦。我们明天见。